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韩国瑜宣布讲，伊的副手就是张善政，另外蔡英文甲赖清德甲要组一组，大家拢在关注。香港民众伫咧澳洲和平纪念日发起罢课、罢工、罢市，所发生警民的冲突，让民众开枪发射催泪弹。另外，最近早暗的温度差10多度，也时大发生心脏塌掉，所来过往意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讲，伊的副手就是伊的国政国务团总调，也就是捌做过行政院长的张善政。韩国瑜强调讲，在伊的心目中，张善政绝对是排第一的，而且绝不是保牛塞马情形。要这个快乐的 ending 了，国政领航，台湾起飞，伫咧记者会大写话国政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早起正式宣布，副手的人选就是国政顾问团的总调张善政。两个人的价值观，我们俩的生命观，甚至我们看人生，我们的心境，都是希望呈现给人民，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陪着我们的韩总统带领国家回到善良政治的本质，这第一点。第二点原因，下架蔡英文。张善政是留美的博士，专攻土木工程。等来国内了后，捌出任过基金会董事长，嘛伫谷歌公司、宏基电子公司担任管理阶站，而且伫咧公部门最高站做甲行政院长，嘛伫学校教册。韩国瑜讲，张善政伫咧3学校拢有经验，经历是真丰富，佮对科技领域真有研究。对国家事务推察真有利，对伊来讲，副手就爱负起互人民有钱的任务，爱甲伊的行政院长配合来拼经济，袂当像过去的副手，敢若是好文面的角色。张善政嘛讲，原本坚持不爱做副手，嘛是因为这个原因，佮加上想要替韩国瑜规划国政施行更较顺利，落尾才愿意来接任。副总统人选的过程之中，其实张善政院长一直都是首选，这个我要特别来报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组合。总统跟副总统的组合，不是光选票上的考量，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将来为国家做事情分工上的考量。韩国瑜讲，针对伊的副手，外界一直有真侪想法，毋过伊心内人选自头至尾拢是张善政。不如个两个人确实用真侪时间来讨论，才得到对方的答应。未来两个人的组合，希望讲提供予民众另外一个选择。若是对手定下的副手人选，伊是讲等待对方正式宣布，再过来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副手也已经出来了，民进党总统的组合敢会是错偌配呢？赖清德在今仔日到台中辅选，却无来正面回应，也讲到总统蔡英文的高票当选。民进党国会爱过半是目标。另外，总统蔡英文在透早接近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的时阵，也讲到美国是台湾上界重要的战略甲经济贸易的兄弟伴，会来加强合作，做伙来固守着民主价值。第10届的美国参众两院拢通过特别法案，总统蔡英文第10月接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阵，特别感谢美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参加国际活动。美国是台湾上重要的战略加经贸朋友，会加强合作，捍卫民主价值。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跟经贸的伙伴，台湾站在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会继续跟美国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来捍卫民主的价值跟生活的方式。2020大选剩2个月，对国民党韩张配、韩国瑜、张善政搭配参选。赖清德10月到台中辅选基进党的立委参选人特别会挑战那样的颜宽炳，无讲错偌配。那我们一定要严阵以待，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力，然后达到蔡英文总统顺利高票当选，立法委员选举可以过半。那确定错偌配，那两边的副手是2个前行政院长对决。赖清德讲到张善政无讲选战。是讲当年张善政对台南地党的合作。对于张善政院长，我一直都心存感激啦。在地震的时候，他给予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忙，协助台南市重建。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辅选啊。伫错乱2个人催离港台了，赖清德突然出现，替当一个立委参选人徛台。
蔡英文副手的连选有其上紧伫拜四宣布，到时就知影是毋是蔡老配对县长配。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总统大选要到啊，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敢有机会出来选呢？伊在11下晡出席了公益记者会，那阵宋楚瑜要出来选总统，郭党也表示讲欢喜看到代志成功。郭办的发言人蔡心如也讲到，之前亲民党有讲到讲，那阵郭党要选，因会全力来支持。不过宋楚瑜无讲会甲选总统的资格互相，也无主动要互郭台铭。参加公益记者会做开场暂停营的神秘来宾，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出现伫咧公益场合，对宋楚瑜可能会参选2020以乐观其成。宋主席他有他的想法啊，我想我到现在也只是透过你们媒体来告诉我，我只能说啊，祝福他啊，也希望他能够替台湾呢能够做一些对台湾社会有意义的事情。郭宋无要配，不过两边的幕僚早就已经接触合作，目标是国会。郭办发言人蔡进如讲，当初郭台铭拍算要选总统，亲民党有讲要支持，不过无讲到门票的代志。一定要把这张门票给谁？那他也没有主动跟我们说要把门票给我们，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国庆日当天哦，其实郭跟宋之间的互动几乎是趋近于零。我们不排除，不管是在国会的合作，或者是区域立委的合作。如果不喜欢亲民党的，麻烦你也投给民众党，没有关系。郭宋合作是毋是去压缩掉加郭文铁民众党的合作空间？蔡清如加张世文拢讲，这边大选未跳过拿到凝聚小党的力量，拢会继续加民众党合作。宋楚瑜可能会出来选总统，也看到王金平的后一步。我对国家对人民这个服务的一个这个心意呢是从头到尾都不变，一定坚持到底。那未来发展怎么样，就顺其自然。王金平对郭宋合作是尊重祝福，也讲家己一定会坚持到底。宋楚瑜是不是再选，除了影响拿力，也看到第三势力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香港的消息。香港民众在今日透早号召发起黎明行动，讲要让交通是袂顶袂当。所有交通警察伫咧短距离内对示威者开枪，示威者是当场倒落。另外，也有警察骑着奥多摆弄着几位示威者，也造成2个人受伤。也因为11月11是欧洲的和平纪念日，有香港民众发起纪念日3罷，也就是罢工、罢课、罢市。也因为这款的情形，造成规个香港乱糟糟。防暴警察也发射催泪弹，要来驱离民众。交通警啊！佢掹槍啊！佢掹槍！喂！哇！係咪去開槍啊？穿黑衫的示威者手拢無提物件，總互交通警察無有勁的就正挖距離開3槍，2人倒佇塗骹，其中1人掉槍，一直流血，雙手一個被警方反扣。而家隻地下成有啲血喺地下㗎，咁佢唔知係咪已經係暈咗啊？11月11日是歐洲紀念第1次世界大戰的和平紀念日。香港伫即天宣布平靜，一面分別號召黎明行動加紀念日3罷，早起7點開始踩路道阻礙交通。伫咧西灣河的交通警察7點20左右開正，有一個婦人人對警察發聲，所互警察摔伫咧塗骹。現場直播的媒體是講甲哭。然後真係開咗3發以上嘅實彈槍啊！調情嘅人正式是 IVE 台灣分校21歲姓周嘅同學。因為網絡傳講，警隊嘅高層有下令，伫11日行動會當隨意開槍。港警是開記者會澄清，也說明規個經過。同事係冇辦法係俾任何警告，因為過程係實在係電光火石，太快嘅時間，佢亦都用佢嘅能力咧去保護自己，同埋係保護佢支槍係被搶。香港媒體報道，這個學生正面嘅油脂加肝和槍支彈過。已經動過手術，不過情形真危險，轉入加護病房。在葵芳新都會廣場附近，有交通警察騎車弄示威者。喂，仲嚟！喂！
港警3便骑车冲撞示威者了离开，造成2个人受伤。自西湾河实弹开情了，各地抗争行动的情绪也愈来愈悬，冲突也扩大。防暴警察是下催泪弹要赶人，落去4月拢是烟。港地包括西湾河顶真侪所在拢暂停服务，交通大乱。这条大300活动讲好的无受伤、无浪费、无逼迫，拢总破功。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示威在10月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活动，示威者要互交通是袂顶袂当。防暴警察甚至讲要掠暴徒，煞来撞入去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大学，甚至一个校园内面佮发射催泪弹加布地弹。学者认为讲香港警察无受控制，而且是愈来愈歹，互规个反送中的抗争也是愈来愈袂收煞，互股市也跌超过700点。防暴警察向香港理工大学拼催泪弹，校园拢是乌烟。不满政府无回应诉求，11发起大300，真一间大学响应罢课，示威群众佫想要互交通袂叮当。为天桥拼影，依然无法度阻止港警闯入校园，警方举起甘蔗旗啊，刺警，发射布地弹，致使民众受伤，甚至有人拼汽油弹，现场是真混乱。校园加做抗争战场，理大、港大、中大在内将近10间学校宣布停课，甚至连中小学拢被影响，引起家长不满。港警表示是用上街所需武力逮捕暴徒，不过学者认为港警硬冲入理大甲中大校园，真罕见也无合理。示威行动佫升温，学者指出，港警周主路对楼身亡事件，佫加上要求特查警部诉求，无得到回应，拢是点到示威者怒火原因。宁静在建完的这个领导人之后呢，可能就让这个警察用更暴力的手段，希望尽快把这个香港的示威者吓怕，所以呢，才有这几天的这波特严的一种转变。香港社会冲突更加严重，影响民生经济。11港股淡薄超过700点，亚洲股市也普遍下跌。香港有银行暂停服务。学者认为，警民冲突依然可能在校园社会上演，甚至影响24科学选举，并且指出，港府甲警方继续引起示威者情绪，烦恼会有更加严重的事件。港府短期内恐惊示威有关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民众在今仔日发起罢工、罢市、罢课，甚至佫发生警民的冲突，甚至有的警察佫甲民众来开枪。面对着这款的情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暗时召开记者会，对示威者调情的代志煞无加讲，颠倒批评讲是暴徒破坏社会，害香港未受煞。必須要認清呢件事件嘅本質，係破壞性嘅，係摧毀性嘅，係甚至令到香港可能會踏上不歸路。今次嘅事件已經唔係一般嘅暴徒所謂嘅去破壞一啲物件，係令到好多人受傷。一位喺早上喺西灣河喺警方執法嘅過程裏邊開槍，係傷咗一位嘅示威者。另一宗更加令人髮指嘅，就係對於一個政見不同嘅普通市民，去淋一啲易燃嘅液體，然後放火燒佢。林鄭月娥把衝突的責任攏撒予示威者，批評因的所作所為是超過因的訴求，也是甲市民來威脅。另外，針對着香港警察開槍彈示威者的代志，林鄭月娥敢若回應講，香港警方已經對外說明無要加做回應。看到香港局勢愈來愈袂收煞，總統蔡英文也伫咧面冊表示，政府無應該對手無寸鐵的民民來開槍，開槍敢會當互代志變佫較嚴重。在今仔日就是11月11，也就是雙11，真濟網絡平台業者也出售價要來拼市場，甚至有的業者是開了幾多億做一個智慧型的倉庫，透過 AI 的技術將貨分類放好，甚至個業者就推出講6點鐘就會當將貨送到恁兜，有影是足競爭的。
17辆大货车将一箱货物送到电商业者物流配送基地。工作人员下货了后，佮用条码机做确认把握时间，要赶紧将货送到民众手中。整体的仓库跟那个物流的部分，大概加派了近2成的人力。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10点，那仓库陆续在出货。那我这边初估大概已经超过近10万件的出货。那目前仓库也持续在出货中。另外一间家电业者透过 AI 高密度技术，开塑造器打造智慧仓图，将商品精准分类后，延伸6成出货时间。我们使用的所谓的 AI 高密度动态储存决策的技术，那整合之后，他们可以提供我们最佳的储存位置，以及最佳的这个拣货的这个排程跟路径，所以我们在出货的时间整个大幅的缩减。今年一摆电商双11国不节开始，业者拢拍出限时上述价甲限定加码应战，甚至还佫推出6点钟购货服务。根据台湾汽车货运仓图产业工会的统计，自从本土电商假日双11战场后，敢若是一间物流业者的送货量位至2017年58万件，到去年65万件，用要超过农历过年的送货量，按算今年还佫会升悬。配送到消费者的那个小车来计算的话，平常的话就必须要2趟。那如果在双11的话，可能就会3趟，最多会到4趟。在电商业者抢紧拼出货同时，汽车货运程度产业工会也呼吁，在长期欠工的情形下，唔通伫商品页面上保证货一定当日送到位，除了因降低意外事故发生，也避免货运司机过劳。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有一种服务，或者是代理驾驶。若准民众来啉酒，就会当叫人来帮你开车这款服务。不过平台业者甲代理驾驶认定是合作的对象，不过无落健保。业者表示讲，公司会提供代理司机责任保险，风台天也袂当接单。学者指出讲，这款共享平台的雇佣关系，全世界拢真头疼，也讲现有的劳动法规有影是对袂着阵。因为啉酒了后袂当赛车的道路规则，民众透过手机 App 就当找到啉酒了后代替你驾驶的服务。2016年6月份就刷台湾代驾，是全台湾第一间啉酒了后代替你驾驶的平台，会先面试找有资格驾照的驾驶，变做这个平台的司机。强调讲，想要就刷就就刷，想要休困就休困，做工课时间是真自由。不离个代驾时阵必须请假。用户会当对司机评分也是投诉。平台业者指出，若是每接一单会甲司机抽成20%，目前伫咧线顶接单的司机，全台湾超有300-400人。目前是用全职的状态来做经营，应该是说晚上9点到白天的凌晨4点，平均至少6万块吧。不过最近有台北市议员质疑代理驾驶甲外送员面对同款的状况，业者甲司机之间算是承担关系。司机若是要投保劳健保，就要另外家己纳钱。不过业者表示，因甲外送平台也是有政策，会提供予代驾司机责任保险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安全性，或者是这个保险等等的一些东西，提供给这些辛苦的代驾司机。好，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雇佣跟这个承揽的认定上面，我觉得其实是还有讨论的空间的。共享平台临时工的经济开始流行，学者指出，即马确实有真侪 App 平台拢是伫咧雇佣甲承揽关系之间，要安怎来定义，毋是干那台湾拄着，嘛是世界各国拢爱面对的新功课。清洁平台。然后或刚讲代驾平台，然后还有一种叫跑腿代购平台，全世界各国都对这个平台经济的零工经的兴起都在伤脑筋，说要怎么样来因应。可不管怎样，我们台湾跟各国都一样，都劳动法令确实是要再做一些思考，看怎么样因应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劳动部表示，针对雇佣关系甲承揽关系认定原则，预计最近就会公开，会当对劳务提供的方式做一个综合式的判断，提供予劳检单位或者是法院有判断的标准。要安怎维持新创产业的发展，佮会当保障到劳动者的权益，佮会等待政府来实行。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高雄发生一个坐外的查甫囡仔，昨暗时阵分别送到病院去急救。发现讲头壳内面出血，腹肚、甲手、甲骹拢有互拍的伤痕。社会局表示讲，一个婴仔因妈妈的亲情伫咧代替照顾，这2日仔，互婴仔因妈妈甲当机人带回去。
虽然讲因两个人拢好人有甲影仔拍，社会局认定讲这个伤势无单纯，也希望警方一定要查清楚。你整天在家里都在干嘛？小孩都不管。爱家长唔通伫生气之下管教囡仔，才袂有家暴行为。这是社会局宣导影片。啊，毋过伫七早暗暝，高雄一名1岁查甫婴仔因为分别送去高喜，医疗人员发现伊头壳内底出血，骹手有伤痕，怀疑被家暴。这小孩子是怎么了？社会局表示，查甫婴仔这2天主要照顾者是妈妈甲伊的同居人。2人拢无承认有虐待，啊，毋过查某婴身上身过伤痕拢有，还佫亲像被染过粉者。社会局清查了后发现，这查某婴有真侪人照顾过，按一一来调查清楚。因为脑压还非常高，还是处于昏迷，所以现在医院会再进行第2次的开刀。所有的伤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谁是照顾过他？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情势？也希望透过警方跟检察官能够厘清这个的一个真相。社会局表示，查某婴过去无通报记录，无属于高风险家庭。即摆是医疗人员通报才发现，后续会追踪治疗情形，也会协助病医做验伤甲配合检调侦查。呼吁民众发现囡仔身上有伤痕，甲会惊行为，爱勇敢通报，避免有囡仔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开始天气变较寒，中央气象局预测讲，在这礼拜有的所在，早起到暗时的温度会降到13至16度，甚至因为这个影响真大，也影响到咱身体健康。在今仔日，伫咧台东治本有一位76岁旅客，因为天气变化的关系，所以引起伊心脏塌条，所来死亡。早起8点左右，台东县消防局伫咧治本地区紧急甲一个伫户外活动心系功能停止的76岁查甫游客送病院来急救，不过到9点外急救无效来死亡。医师表示，在伊即天台东地区透早气温较低，这个游客佫有心血管疾病的病史，可能是因为安尼引起心脏中风，提醒民众千万要注意爱穿好烧。活动、散步，或者说你做什么样子的这些暖身运动，开始流汗了，你再渐渐脱掉你的衣服，不要天气很冷就直接出去，很容易因为太冷血管收缩，血压可能就高上去了。医师佫提醒，离岁超过45岁查甫人、甲55岁以上的查某人，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民众，拢是寒冷的时阵低温心血管疾病开始发作的高危险群，自我健康管理都要做好。那你可以控制的就是你的血糖控制好不好，你的血压控制好不好，你控制的越好，出危险的风险，你的破坏就会越少。中央气象局预测，这礼拜天气寒更大，各地早暗的气温会降到13至16度。啊，毋过这时嘛是会看到日头。医师提醒，寒冷天气好不一定代表温度就较悬。建议年岁较大的民众，若是要出国活动，上好有人陪。若是讲去人较济所在，嘛不若真正昏倒，嘛较会当急救。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争取真久的台北宜兰直行的铁路，煞升级过高铁通到宜兰。交通部表示，因为铁路若做直行的，会互台铁来了钱，再用高铁通到宜兰，正做替代方案。也因为日前铁路直行已经做过评估，高铁也无要搁再来做评估咯。不过，前环保署副署长也讲，这是省事事省，省了伤过头。交通部启动高铁延伸到宜兰综合规划，决定高铁延伸宜兰取代北宜直铁。因为北宜直铁对台铁的财务会造成困难，经过研究了，认为甲北宜直铁较为轨道改做标准轨，会让采用高铁延伸。北宜高铁就是我们现在北宜直铁的替代方案。那目前是在进行综合规划，那后续我们还会提出环评。好，所以外界也在传说这个案子不经过环评，这也是错的。照法规，公共建设的第一步是先期规划，也就是可行性评估，包括技术可行、市场可行、财务加环境可行，也有综合财务规划。交通部认为北宜直铁伫18年通过可行性评估，伊当阵行政院核定的时阵有讲，除了北宜直铁，也能考虑高铁，所以即马采用高铁延伸宜兰代替直铁，直接进入综合规划阶段。高铁它需要的强度等级都不一样。那我不认为说台铁那种北宜直铁的可行性评估报告可以拿来替用，这样是投机取巧。前交通部长霍丹丹讲，看过去北宜直铁的可行性评估，并无纳入营运的考虑，无够完整。即马要升级正做高铁，起好了，移交予高铁公司营运，国家无适用直铁的可行性评估。将来的票价是怎么样？
然后它如果发生这个维修上的责任的时候，该怎么样立定？这些事情恐怕都应该要让高铁公司有一个明确的确认说，好，这些事情与现在高铁公司在营运上跟财务上是没有影响，或者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对各方的议论，交通部强调，因为伫咧过去北宜地铁可行性评估的时阵，对当地环境已经有充分的了解，直接做综合规划，会当省差不多2年的时间。所来路线的小可做调整，撇开水源敏感区，加国道5号，方便做宽屏。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咧2017年推出日龄促进全民参与计划，虽然只有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屏东这5个县市来配合。台中市也只有4个7个案来签约，却无实际伫咧发展。民众表示讲，因为好处伤过少，较无意愿啦。社区大楼或者是独栋透天厝厝顶设太阳能板发电叫做日龄促进计划，民众和电商必须签20年长期契约，30年以上厝顶应设置10千瓦中低重量太阳能板，每个月回馈600块。住透天厝民众感觉无啥物特别吸引人的所在。旧市区的话，30坪基本上限制还蛮大的，没有考虑的空间。那真的是对啊，那个诱因太小。为102年11月，到即马示范阶段，伫台中西南屯2年只签3案，第一期扩大阶段有到北屯、丰原顶北行政区，到即马只有1案签约，而且这4项拢还未到实际发展阶段，加起来总地容量只有530千瓦。台中市议员质疑政策设计有问题。可能1个月回馈给你600块的电费，对屋主的诱因可能不是那么大。台中市政府推行不利呢，还是说这个案子本身让就是地方民众的接受度不高？台中市经发局表示，电费钱的回馈金600块无够吸引人。中古厝集合主体社区较歹有共识，独栋透天厝的中古厝是普遍有厝顶加看问题，加互日龄厝顶全民参加，伫民间私有主体部分的成效无好。住宅一般而言屋顶上都会加盖一些防水的设备，那这些会牵到建筑法规是否合法。那所以在就所谓的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合法化的这个升级，基本上也会增加难度。配合推动日龄促进全民参加计划有新北、桃园、台中、高雄甲屏东5县市。台中市经发局指出，伫公家机关甲工业厂房顶，日龄促进推行成效较好，已经6万千瓦。未来会向经济部反映推动的难度，透过修改适合的法规，推展全民日龄促进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清。热带气旋布尔车集已经侵袭到印度甲孟加拉沿海地区，也造成20人来死亡，11也已经转做是假起阿爸。另外，伫咧澳洲，在这几日也发生野火，灾情是继续是烧未退。当地政府也警告讲，澳洲人口上界别的雪梨地区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规个看起拢是烟。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州上万公顷的森林规个捣火。刚刚伫麦觉里也将对所在捣火，规个看起拢是红色的，袂输敢若是世界末日。My car's packed, ready to go. I'll make a judgment call. I might be out of here in 10 minutes. I might be out of here in half an hour. I'm not sure. 科学家讲，澳洲每年拢会因为天气大数引发野火，不过今年气候变迁的影响加重，高温造成野火季节延长，再加上强风侵袭，伫过去几个月就已经发生几多百件火灾。灾情自初尾开始扩大，新南威尔斯州、昆士兰州同时发生几多件大火，已经烧掉超过85万公顷。两个州昨日拢宣布紧急状态。澳洲人口上侪雪梨甲附近，12会拄到上严重等级的灾难性大火。We know the weather forecast for tomorrow is at catastrophic levels, and based on that, plus the conditions we've experienced in the last few days, I've accepted the advice of Commissioner Fitzsimmons and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cross New South Wales. 当局有证伫12雪梨附近的温度会到摄氏37度，而且有大数的强风。这是澳洲自2009年实施新的野火分级制度以来，雪梨第一遍列做上悬危险等级。几多百间学校会关起，最近的大火也破坏捕尾熊的栖地，估计至少有350只捕尾熊被烧死。另外来看南马地区，热带气旋布尔伫吹袭侵袭印度加孟加拉沿海地区，
风速到每点钟120公里，造成5000多间厝损害，20人死亡，超过200万人住伫咧避难所，港口机场拢关起来。布尔继续会向内陆山震动，伫10月已经转做低气压。印度当局讲，伫东北部依然有可能发生大雨。记者综合报道。伊朗总统宣布讲，伫咧西南部发现一个所在，会当挖出531桶的石油，而这石油会当增加伊朗石油量的1/3。另外，在伊朗的核电厂也启动新阶段建设。根据协议的内容，是由罗西亚提供给因核电的燃料。伊朗总统罗哈尼7日伫电视演讲上表示，伊朗生产石油胡奇斯坦省新发现估算，总重量有531桶的新油产。虽然伊朗正拄着美国禁运制裁经济限制倒退路，罗哈尼信心话话。کوری چشم همه دشمنان ملت ایران در اون ایامی که شما فروش نفت ایران را تحریم کردید و بر ملت ما فشار آوردید. کارگران عزیز ما، مهندسین عزیز ما توانستند 53 میلیارد بشکه نفت را در یک مخزن بزرگ کشف کنند. 罗哈尼讲，新油产的面积超过2400平方公里，1080公尺，因和伊朗石油总重量各增加1/3。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网站，伊朗是全球第4大石油运送国，也是第2大天然气运送国，原油储量已经有1570亿桶。اگر 1% بازیافت این میدان نفتی بیشتر بشه 32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درآمد ما بیشتر میشه. 同时，伊朗唯一一座布什尔核电厂第2座核反应炉，7日也启动新一阶段建设工作。根据2015年核协议，由俄罗斯负责提供核反应炉所需要燃料。و ما انشالله در یک افقی تا 1406 دارای 3000 مگاوات نیروگاه هسته‌ای خواهیم بود که این به عبارتی مانع انتشار 21 میلیون تن متجاوز از 21 میلیون تن گازهای آلاینده در سال 1406 انشالله که این پروژه را افتاد خواهد شد. 真济国签署核协议原本是为了确保伊朗核子计划未用伫军事用途，不过美国2018年5月大方面提出重启对伊朗严厉制裁，和伊朗分阶段终止相关保证。因为前一阵罗哈尼则表示，要替上清代离心机组织油气体外界烦恼，这是伊朗可能恢复制造核武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天文机关。若准是水星行到地球甲太阳之间，就要13年才有一摆。因也将这款的情形号做是水星凌日。不过真无意思的是，在亚洲甲澳洲的所在是看袂到的。对地球向日头看，对镜头顶会当看到一个黑色的点，这个黑点就是水星。当水星射到地球甲日头之间，3个点连做一线，就是水星凌日。In order to see a transit, the Sun, Mercury, and the Earth needs to be perfectly lined up. So on average, Mercury will transit the Sun 13 times per century. So the next time we'll see a transit of Mercury after 2019 will be November the 13th, 2032. 在美国东部11个10月8日早起7点35分，水星凌日开始，将会自日头的8点钟方向通过。经过5点半钟了，伫日头的2点钟方向煞离开。路线是由倒边到正边的直角线。这边甲2026年所发生的水星凌日路线比起来，更加靠近日头的中心。到时袂当直接用目睭看，若无目睭会受伤。Mercury is much smaller than our Sun, so when you do view a transit, what you'll see is Mercury as a small black dot moving across the bright disk of our Sun. And the idea is that you will need a telescope in order to see the transit of Mercury. And not only that, but you'll need a telescope with a solar filter. 到时若天气好，美国东部、加拿大、中美洲甲南美洲所有地区，拢会能看到水星凌日的全部过程。北比其他的地区，欧洲甲非洲会当看到其中的一部分，亚洲甲澳洲是看无。到时水星的速度是每1点钟24.1万公里。天文学家也利用这个机会研究伊的大气层。记者综合报道。在花莲的嘉山基地，正在进行5天4夜的天龙演习。
是照着欧美空军的实战训练，其中空军新的 F-16B 战机也头一摆加入演练，也会当测试到 F-16B 的各种材料。一只 F-16V 战斗机伫天顶飞过，伫咧花莲嘉山基地11开始，总共5天4暝天亮演习，嘛是空军的年度战术总验收。这个演习会照欧美空军的实战训练方式来进行。空军天龙操演是年度计划性的一个重要演训，也是借由各项武器战机一个竞赛来检视年度训练的一个成效。另外，本军已经完成一个作战对 F-16战机的购改，还有人员的转换训练。真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完成性能提升的 F-16V 战斗机是头一摆加入去空军演练，嘛趁这个试验 F-16V 的雷达武器系统升级了后的效果。F-16V 我们之前有讲过，它有包含雷达性能的提升，就有了机种提升之后，算是第一次参加空军的大型演练。这些呢都必须要透过实际的操演才能得知它到底有没有效用。那天龙演习本来是空军等于说是仿照美国红旗军演进行所谓的蓝白对抗，所以就是会有所谓的假想敌跟很多的敌情的状况威胁去做这个空中的模拟。军事专家嘛表示，天龙演习是模仿美国空军的红旗军演规模，设计特种空中模拟，嘛包括高空拦截甲岛机对抗等等的项目。根据了解，这个演习嘛选出空军表现优秀的王牌飞行员。不过，实际演习的项目无对外开放，外界是无法度看到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要甲捷克的布拉格结做是姊妹仔市，也因为协议书内面用到的是台湾台北，毋是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北也引起争议。台北市长郭本德今仔日互议员接讯的时阵，也讲到这个过程只要是平顺，所有人会当接受就会当啊。今年是捷克反共走向民主的苏勇革命30周年，伊向甲台湾真外近的布拉格市长赫瑞普3月份来台北市政府参访了后，认为布拉格甲姊妹仔市北京的交流无应该是徛伫咧一中承诺面顶，除了会拄姊妹仔市的关系，佮向市议会提案，甲台北来变做姊妹仔市得到通过。毋过布拉格通过协议书面顶是使用台湾台北，毋是用中华民国，引起争议。我们有自降国格吗？没有啊，不，这个签约的过程你了解吗？跟国际外交本来就我们在国际上本来就被挤压嘛，空间很小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只要平顺大家都可以接受，可以谅解这样就好了。面对市议员的质询，郭本德强调，讲结做姊妹仔市原本是一件好代志。其实台北市用台湾台北的名义来搞姊妹仔市的例，进前已经有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菲律宾马尼拉市等5个所在。因为协议书是布拉格通过了，这个送来台北市政府转市议会批准。外界嘛关心中国敢是安尼加强对台湾的压迫。我们也没有刻意想要干什么嘛，这是如果对方自己主动提出，我们在可以接受范围内就尊重那个。那我请教你。针对姊妹仔市的代志，市议员普遍认为，这会当增加台湾还是台北的国际能见度，其实无需要加做政治操作。有名的城市都使用台湾，所以这个是有潜力的。那因此，我认为这不但没有降低国格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难能可贵台湾走出去的成就。只要让我们台湾、让我们台北能够走出去，我认为都是对的我们不拘泥于那些小节。若是市议会民政委员会伫咧12用台湾外交处境真困难，布拉格已经用上大的好意来做理由，通过来交姊妹仔市的案件。所以来送议会大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限制旅客来台湾自由行，9月、10月中国旅客是比英国同时间650成。不过受到日韩贸易战的影响，甲香港反送中运动，台湾煞变作是日本甲韩国旅客真爱来的所在。新闻中早起就有真侪拄各国来旅客拖行李伫咧登骹翕相，有的旅客真认真伫经破手。虽讲今年受到中国限制中国旅客自由行，比去年同期650成，不过日本、韩国旅客嘛成长真侪。除了中国旅客以外，国际旅客整体成长16%，个月是破70万人。We are going to go Tainan, Tagao,高雄. Next time. How do you feel this trip? Very nice. Yes. Very good. Taiwan, very good. Fan and Yellow Geopark. It's easy the transportation is really good, so it's easy for us to go around. 有旅客学到台湾的交通真方便，后届阁要挑战去中南部旅游。
根据关国局统计，今年9月份，中国旅客人数降到116000人，甲去年比起来是降4.6%。不过，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旅客9月来台湾的人次破70万人，尤其是日本旅客成长16%，韩国旅客嘛成长到23%。好像9月开始比较少一点，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尼、越南，对这些比较多。日韩的部分就是他们有贸易战，这边台湾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的。大陆我们选举接近大陆都会有这种建设动作。那今年是比较特别，今年是提早，而且动作又加强。观光学者分析，受到7月份日本韩国贸易战开始，日本韩国的观光交流受到影响，也有香港抗争的关系，台湾变做东亚旅游的新重点。就算讲选举伫要到啊，中国加强对台旅游的限制，啊，毋过其他国家旅客市场嘛是真值得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棒球赛6强复赛，在今仔日是台湾队对决墨西哥。虽然台湾队也讲到3支安打，也因为攻势不足，最后也是输2分，输予墨西哥。打出着互墨西哥的打者一粒时速150公里的球，路米少年名3A 投手江少庆担任这届世界12强棒球赛复赛首战的先发。第一个下半场就互第一个打者拢无讲到任何球，向三振。连续3届三振结束第一局，江少庆伫咧第2局、第3局继续封锁墨西哥，而且搁伫咧前5局连续8届三振。啊，毋过伫咧第5局下半场的这粒直球，却叫捕手索利斯掠到，轰出一支索路。中华队暂时用0-1输1分。若是中华队的第一支安打，是这届第一届出场的郭彦文，伫咧第3局的顶半场攻出来，所落来林铁栓4拍球保送，不离个连续2个练投球出局，留1、2垒的残垒。第4局顶半局，王必强拿像有得分的希望，伊攻出安打了后，后一棒林鸿玉拼死走垒，徛起哩1垒safe，变做雷亚安打。啊，毋过真可惜的是，墨西哥提出挑战了后，转来改判出局。第7局顶半场，林鸿玉4拍球保送了后，吴金良大打出场攻出安打，啊，毋过同款是无得分。随风接近投手，7、8局压制墨西哥的打线，啊，毋过中华队伫咧第9局的顶半局，最后进攻的机会，同款是无法度突破，落尾去互远方用0-0吞下第1败。中华队11月12要来甲南韩比赛，总教练洪一中伫比赛进前表示，若是想要抢明年东京奥运的门票，甲南韩的这战一定爱赢。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患者已经11年拢无法度食物件，在日前台北荣总完成小肠的器官移植，也让这名患者恢复正常。而且这位拄过往的人，规身躯的器官拢捐出来，医疗团队也开了11点钟才完成这项真困难的任务。65岁吴先生11年前腹肚痛、肺便，尾后确诊是肠室膜动脉栓塞，俗称肠仔中风。伫手术了后，命是保条，也毋过将所有肠仔拢切掉，只要食物件就老，拢无法度吸收，拢靠吊大肠摄取水分甲营养。好在在最近有一位大的捐赠者，让吴先生有小肠移植的机会，可以当搁食物件。吃卤肉饭了哈，我就尝一点看看，我也不敢尝太多，怕一尝万一怎么样，这个很麻烦了。医疗团队讲。小肠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内面上复杂、上困难的。每年全球执行的总数差不多是100例，主要是因为接受者严格篩选条件，包括低肠症患者无任何恶性肿瘤，各惊讲有黏条剥离的情形，所以伫上短时间做精密的动静脉血管甲肠道重建。它必须要先做血管的重建，那接下来还要再做肠道的重建和吻合。那所以呢，它整个手术的时间耗时是非常的久。医疗团队讲，捐予吴先生肠癌这位大捐赠者，差不多是规身躯拢捐，包括心脏、肝、腰子、肺、腰鞘甲肠仔。伫提器官的时阵，同时要进行移植手术，所以移植团队是经过11点外钟，才顺利完成这项无可能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伊山，毋但是歌戏的故乡，也互叫做是水的故乡。
不过最近有一个挖矿的计划，打算要对水头来挖，而且这个沙石仔车过经过庄仔头的国小，也来引起在地民众的反弹。真侪台沙石仔车拄车路来过，伫咧宜兰县宜山的中华村内底已经有5座沙石仔场，佮1座肥仔土场。永安公司计划伫咧中华村佮内社村内底来挖肥仔土矿，矿区佮加上连外的道路，总面积要到33.5公顷，逐工会有194车处的沙石仔车经过，按算要采36吨。目前这些车辆在运送的车次已经很多了，那如果每一天再增加这么多的车次的话，我们担心会影响到这些小朋友出入安全，跟这些老人出入安全的问题。运矿的车路甲化育国小边仔的产业道路有灯塔，这条路是居民的顺水路。中华村的居民无水道水通用，必须要家己找野溪的水来用。永安公司计划把这条路分化变做6至8米。居民烦恼讲水源会去受到冲击，嘛烦恼开路甲采矿对环境有影响。一个好好山头削掉一个头掉了，你还会考量就是落石，因为这里是顺江坡啊，如果台风、地震落石下来，那居民的生活怎么办？山的水源就是靠这个山的这个树木来保持这个水源的路啊。啊，你这样拢破坏掉的来讲啊，这水源一定会慢慢会失落。宜兰县内用溪120万人的用水来源，一半是拄粗溪溪，一半是拄深沟净水厂所抽的地下水。水脉其实都是相连的，它也有可能影响到我深沟净水厂的入渗。采矿看起来不是立即性的影响，可是从间接上来看，它一定会势必对我的水质水量还是会有一定范围的影响。9月2日，本案进行环评第1届专案小组会议，会议的结论是保行再审。永安公司书面回应讲，会减少开发的面积，环保采矿，改善用水的品质，创造在地就业。面对珍贵的水资源，这个所在敢是适合采矿，佫需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国定古迹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内面，竟然有一区土山，也就是罗汉松，其中有一丛就爱三禅，也就是3个大人双手摊开才会人抱的画。咱也来看这丛非常珍贵的树啊！台南水稻园区内底有30多丛的罗汉松，有的树啊爱一个大人手摊开才摸会调，其中一丛阁爱三禅，伊树身的直径超过2米，初步估计树龄得100年。这么大丛的罗汉松，连园艺专家嘛惊一条。那一般生长的那个海拔都是在比较低海拔平地啊，都可以常常看到。我这一辈子看到的罗汉松最大，也不过是2个人合抱，而且是在日本看过的。所以在这个园区看到的罗汉松应该是很稀少的。专家讲，这丛罗汉松是伊目前伫国内平地看过上大丛的罗汉松。伊捌伫日本看过差不多大细的罗汉松，迄当阵开价就1亿日票。若是安尼算起来，这丛罗汉松应该非常值钱。以价钱来讲很难讲啦，因为物以稀为贵嘛，它是非常稀少的，那价位应该是相当高。如果市面上有3个人抱的罗汉松啊，那价值应该是可能都是1000万以上的价值。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园区，除了有古迹甲珍贵的净水设施以外，嘛因为较早是水源地无对外开放，所以保留非常完整的植物生态。除了罗汉松以外，园区内底树仔拢真大丛，文化局嘛已经委托专业单位进行调查，未来嘛会规划环境教育学程。有非常多元而且丰富的树种，那也希望说日后可以跟社区或者是其他大学做更进一步的合作，那开设类似像环境课程这样子的生态课程。水稻博物馆对今年10月初10开园到即马，已经超过23万人次来过。即马阁发现园区内底有珍贵的树群，园区内底到底阁有偌济生态宝藏，等待民众家己去发现。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有90档历史的屏东万丹单价洋楼，本地是抗日园，加在单价后代用心整理甲复原，今也变作是因庄仔头上界隐目的历史建筑了。屏东万丹乡社上村的单式洋楼，装修了后变甲真有气势。这栋番仔楼是用红砖仔起的2层楼，高大大概有90年的历史。主体是中央的西式洋楼，两边阁加做中式基础建筑。顶面写大和2字，表示早前这是单价经营10岁大卖的店头。啊，那2楼用红砖仔贴的二世窗嘛真有意思。人啊讲恁这厝够水的，你感觉安怎？
欢喜啊！对。我那做的时阵去的，1年多以前啦。刚好只能说是前面的哈，一寡周边的绿化工程，甲里面本身古厝的整修工程。但将因为做生意有趁钱，所以伫日治时期昭和4年起这间番仔楼。毋过因为番仔楼历史真久，真侪所在拢旧去，加在伊的干仔孙陈武聪出钱翻厝，互这栋见证历史发展的老厝，通继续保存落来。这个大河大埕对阮细汉的时阵的记忆吼，所以为咧，就伫庄内放送讲，下午7点半要来大河大埕做布袋戏，阮就食饭饱，身躯洗洗就赶紧撞来。单色洋楼头前的埕，演过是庄仔头办活动的所在。番仔楼翻好了后，互真侪万丹的乡亲，阁想起做囡仔时的记忆。单家人嘛感觉真欢喜，因也希望这巴洛克风格的单色洋楼会当成做社区的新光点。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斗六的龙潭社区因带团去拜访家纸艺术真出名的北溪社区，实际在地文化甲农作物，上界重要的是互相交流社区再造的心情甲经验。如果你也是要带某的时阵，是讲即摆要交老女朋友的时阵，紧来看。红砖壁顶看过去，12生锈的整纸艺术，大北搁城人北。云林好尾北溪社区的导览员，带斗六龙潭社区的居民，熟悉当地龙安宫4颗梨啊，几若百户客家，融入当地食食，也有宗教的整纸文化。人这艺术摆了真水。三类导览员紹介北溪社區的重要產物環美，亞洲大學也有好尾科技大學的老師甲學生，甲當地的居民合作，推動農村再生，甲環美變做是一隻又搁一隻活跳跳的飛蛾。暗時啊，是唔去捕魚，對無？啊，迄種是叫飛魚。很有創意性啊，對，蠻有故事的。哎呀，就是這樣子啊，他竟然能把那個漁民當成飛魚在講啊。過來龍潭社區，來到北溪社區的中清食堂行搭，和時大人開講，也了解因經營社區故事，也有特色的方法。志剛看到人客來啊，大家就攏笑甲嘴啊利西西。來較好啦，較熱鬧啦，較熱鬧啦，裝的較熱鬧啦。係啊係啊，你社區算講有人來吼，來行大家偌好哩。不管你來佚佗的時陣，會使講體驗到感覺咱社區北溪社區的溫度。透過社區交流，龍潭社區的居民真有收穫以外，做主人家的北溪社區也真歡喜。另抓個要去人的所在行搭佚佗，互相交流，為地方打拼。記者綜合報道。紅龜若要好食，就愛甜皮咸鴨。伫咧北港朝天宮附近有一間紅龜粿，也已經傳了4代咯。咱也做伙來看，因用什麼款的精神伫咧做紅龜粿。雲林北港鎮毋那朝天宮香火正旺，名聲燙世界。媽祖廟4顆位啊，閣有濟真有特色的路店。伫廟的後壁邊有一間紅龜粿店，頭家已經傳到第4代，會當經營甲遐尼久長，是因為頭家用地方的農產品做原料，堅持用古法做紅龜粿。我們用的是在地的花生，然後它比較香，還比較味道比較濃郁。那米的話也是用我們台灣的米，對，那做起來吃起來的口感比較 Q， 比較軟 Q， 不會很快就硬掉。上無有100年歷史的老店經營到今，也是用較早的紅龜仔無做過，因為較早店內卡手較濟，有通做真濟口味特殊的產品。當時一款菜包，互即馬當代的頭家有真深的印象。後來伊就家己研究，希望把這個古早味找倒轉來，甲人客分享。有一些比較傳統的，比如說中間有一個斷層在，像我奶奶那時候有做菜包，現在又多了一些，比如說新的素食菜包，然後還有小麻糬這種東西。那講到紅龜粿，大家攏會想講拜拜的時才用得到，其實伊嘛有法度做點心。第4代頭家認真研究，用心開發，紅龜粿袂傷甜，袂傷油。有影健康，後回若有來北港朝天宮拜拜，會當來食古早好滋味。記者綜合報道。天氣伫咧變化，外套就愛加滿。明仔載氣象，咱也做伙來看。北部地區對15度到28度。
中部地区对17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8度到29度。新闻最后要带恁来到澳洲来看狗仔囝，也感谢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仔同的时间，咱再会。